Elon Musk and Sam Altman against each other. 最近大家打開新聞，見到 Elon Musk 同 Sam Altman 打到上法庭，喺大家眼中，佢哋而家係勢不兩立、互不相讓嘅對頭人。但係你記唔記得8年前嘅佢哋曾經係坐埋一齊，為咗人類未來共同進退嘅戰友？當時佢哋眼中仲有火，口中講緊嘅係點樣用 AI 拯救世界，而唔係點樣喺法庭贏對方。今集我哋一齊翻去2016年，睇下呢兩位改變世界嘅巨人喺反面之前，究竟係點樣勾畫緊佢哋心目中嘅未來。今日我哋請到咗埃隆馬斯克，埃隆，感謝你夾我哋，多謝邀請。所以我哋今日想花啲時間傾下你對未來嘅睇法，同埋啲人應該努力嘅方向。首先，你視乎話俾我哋聽，你曾經講過後生嘅時候，你認為有5個問題對你嚟講最重要，需要努力解決。如果你今日係22歲，你會諗住要解決邊5個問題？其實首先，我覺得如果有人做緊嘢對社會有用嘅嘢，我覺得已經係一件好事。即係佢其實唔一定係要改變世界先至算係成功。即係你知啦，如果你而家做緊啲對其他人嚟講有好高價值嚟嘅，其實就算嗰樣嘢只係一個好細好細嘅遊戲，或者係喺影相分享功能上面有一啲少少嘅改進嘅，只要可以為好多人帶咗一啲實質咗少少好處，我覺得咁樣都已經係件好好嘅事。即係佢哋真係唔一定要去到改變世界嗰種程度先至得，只要係對人有益係好嘅就已經好足夠啦。但係如果講到我覺得最有可能影響人類未來嘅嘢，我哋人工智能應該係近期內最有可能影響人類嘅最大一項。咁所以人工智能以一個好嘅方式出現係非常重要。呢樣嘢就係如果你可以望水晶球嚟到未來，你都會希望見到佢嘅結果。因為呢樣嘢如果出錯，後果可以好嚴重。我哋都講過好多次，所以我哋真係要確保佢行得正確。我覺得而家最重要、最迫切嘅事就係人工智能專注做 AI，確保未來係美好嘅。跟住，當然所有同基因有關嘅嘢都好重要。如果你可以睇啲真係可以解決基因疾病，如果你可以用基因重編程去預防痴呆症或者阿茲海默症之類嘅病，佢就真係太好啦。所以我覺得基因學可能係第2重要嘅範疇。我覺得如果有一個高頻寬嘅腦部界面會好啲，因為而家我哋其實受限於頻寬，我哋擁有數碼第三自我，透過各類電子設備，我哋已如同超人。但喺大腦皮層接口處，帶寬極其有限。呢個即係你自身嘅第3種數字形態啦。我覺得幫助解決帶寬限制問題對未來亦都至關重要。所以我認為我聽到嘅最常見嘅問題之一係後生有抱負嘅後生。問題就係我諗成為下一個埃隆馬斯克，我該點做？好明顯，下個 Elon Musk 會做咗嘅，同你以前做咗好唔同。但係你自己做過啲咩？或者你細個嗰陣做過啲咩？你覺得係令你之後可以有咁大影響力嘅？首先我當初冇諗到會參與咁多唔同嘅事情。我大學嗰陣時睇過咗5樣嘢，已經係好耐之前，差唔多25年前嘅事。即係話令生命可以去到多個星球發展，加快過渡到可持續能源。互聯網廣義嚟講，仲有基因學同人工智能。我其實佢睇過自己會參與晒呢啲所有嘅。其實我大學嗰陣原本睇住幫手推動汽車電氣化，覺得自己會由呢方面開始。我做實習生嗰陣真係做過高級超級電容器，想睇下會唔會有突破可以取代電池嚟做汽車儲能。之後我睇到史丹福本來都係打算做呢啲嘢。我研究院嗰陣主力研究電動車用嘅先進儲能技術，但係我之後暫停咗呢個計劃呢，係1995年開始搞互聯網公司，因為有冇技術真係會有個黃金時機，當佢去到爆發性增長嘅轉捩點。我唔想喺史丹福讀博士，喺史丹福淨係睇住一切發生。
而且我都唔係完全肯定我做緊嘅技術最終會成功。其實你可以喺博士學位，但係最後你研究錯佢未必對現實世界有實際影響。我想要嘅係我真係只係想做嘅有用嘅嘢，呢個就係我嘅目標。即係話我可以做啲咩，真係對人有用。你覺得而家想做有用嘅嘢，人應唔應該讀博士？大部分情況都唔需要，佢點樣先至係最有用嘅方法？有啲人有啲係，但係多數唔係。佢一個人應該點樣揾到自己最有用嘅方法？無論你想創造咩，你要睇下佢帶佢嘅實際效益有幾大，同而家最先進嘅技術比會有咩分別，會影響到幾多人。所以我覺得無論係帶嚟重大改變，但只影響少量至中等人數，定係只帶嚟細微改變，但影響好多人，兩樣都好正。就好似條曲線下面積咁，係啊，完全正確啊。其實呢兩種情況呢，條曲線下面積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其實重點就係盡量去做嘅有用同有意義嘅事，進而當你試圖估計成功嘅概率時，你會話呢樣嘢真係好有用。曲線下面積良好。我諗以 SpaceX 為例啦，當你決定真係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呢個係當時係一件非常瘋狂嘅事情。太瘋狂啦！一定啲人對此直言不諱，但我都頂同，我同意佢哋嘅睇法。呢個確實好瘋狂嘅。如果目標係獲得最佳嘅風險調整後收益，咁創辦一家火箭公司就係瘋狂之舉。但係呢個並非我嘅目的。我當時得出嘅結論就係，如果火箭技術冇得到改進，我哋將永遠被困喺地球上面。而大型航空航天公司對顛覆性創新根本冇興趣，佢哋淨係想每年將舊有技術稍為改良一下。事實上有時仲會變差添啊！特別係火箭方面情況仲更加差。1969年我哋已經可以去到月球，用土星5號火箭之後，太空穿梭機只可以帶人去近地軌道，然後太空穿梭機又退役，意思即係話呢個趨勢基本上係向零靠近。有時啲人會以為科技每年都會自動進步，但係其實唔係嘅。科技呢，只會因為有聰明人拼命努力去改良，先至會進步。任何科技其實都係咁樣先至會變得更好。如果冇人去研究，科技本身其實會退步啦。你可以睇下唔同文明嘅歷史，好多文明都係佢。好似古埃及嘅，佢以前可以起到咁好勁嘅金字塔，但係之後基本上就唔識再起金字塔，甚至連象形文字咁佢哋都唔記得點讀。又或者你睇下羅馬，佢哋以前可以起到好勁嘅道路、水道同埋室內排水系統，但係之後佢哋都唔識再做返呢啲嘢。歷史上有好多類似嘅例子。正因如此，我覺得你喺任何時候都應該時刻銘記，熵呢種現象其實並唔係喺真正咁幫助你。我好欣賞你一樣嘢就係你特別無懼，夠膽面對其他人。即使人哋話你做嘢咁好嘅，其實我識唔少真係幾咁嘅人，但係你都依然好突出。你覺得呢種特質喺邊度嚟？定係當所有人都話你嘅睇法好呢嘅時候，你點樣去做決定？又或者你點樣揾到內心嘅力量去堅持？其實首先，我想講我自己都覺得我好容易感受到恐懼。雖然唔係話我完全嘅恐懼感，我其實感受得好深。但有時有啲事真係夠重要，你又真係好相信，咁你就算驚都會去做。講返個重要嘅事，即係話大家唔好覺得我對呢件事有恐懼，所以我唔應該做。感到驚係好正常嘅。如果你完全唔覺得驚，咁你可能心理上有啲問題啦。所以你就憑感覺去做，俾呢件事嘅重要性驅使你去做。係的，你知嘛？宿命論喺某種程度上其實係有幫助嘅。如果你接受呢啲概率，咁恐懼感就會減輕。咁所以當我創辦 SpaceX 時，我認為成功嘅機率唔到10%。我當時就接受咗咁樣一個事實，我可能真係會失去一切。如果我哋將個炮前推就有進展，即便我哋唔喺啦，或許其他公司可以接棒前行，等我哋
繼續做啲有益嘅事情。係啊，特斯拉都係一樣。我認為汽車公司成功嘅機率極低。你認為目前火星殖民地成功嘅機率有幾大？即係講嚟都怪我其實覺得佢哋仲幾唔錯嘅。所以我幾時可以去？ OK，此時此刻，我確信一定有辦法。我肯定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甚至不斷發展嘅火星殖民地。成功係其中一個可能嘅結果。我肯定呢樣嘢係有可能嘅，但係直到幾年前，我都唔肯定成功係咪真係其中一個可能嘅結果。會有一個有意義嘅人數去火星。我覺得呢件事有機會大約10年內做到，甚至可能更快。或許9年。我需要確保 SpaceX 喺此期間唔會倒閉啦。我都要保證自己唔會死啊。或者如果我真係死咗，有人能夠接替我嘅位置啊？邊個嚟延續呢啲事業啊？你唔應該參加第一次發射。對，冇錯。呢個首次發射將由機器人完成。好想去，即係網絡延遲太高。係啊，網絡延遲會好嚴重。火星離太陽約12光分，地球係8光分。最近時兩者相距4光分，最遠就20分鐘，實際會更耐，因為唔可以穿過太陽通訊。講返呢，真係好重要嘅問題，人工智能。你一直都好直言唔諱咁講 AI，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覺得 AI 有咩正面未來？仲有我哋點樣可以達到嗰個目標？好啦，我諗強調一下，其實呢啲唔係我真係，我唔係話我主張咁做，亦都唔係話要大家跟住做，只係希望可以預測到未來會點。因為有時啲人會話呢啲係我想發生嘅事，而唔係我覺得會發生嘅事。但係呢個可能係現有選擇入邊最好嘅一個，我睇到喺現有選擇入邊最好嘅一個。當然可能有其他人可以睇到更好嘅方法或者結果，就係我哋實現咗 AI 技術嘅民主化。意思係佢一間公司或者一小撮人可以控制先進嘅 AI 技術，咁樣係好危險嘅，亦都有可能俾咗壞人偷咗。好似咁邪惡嘅獨裁者或者國家可能會派情報機構去偷咗嘅，然後佢哋控制，咁樣就會變成一個好唔穩定嘅局面嘅。我覺得如果你有任何極之強大嘅 AI，你根本唔知最後會由邊個去控制，所以我唔係覺得風險係 AI 一開始就會有自己嘅意志。我覺得擔心佢係有人會用佢哋做壞事，即使佢哋本身唔打算用嚟做壞事，都有可能俾人搶佢去，然後用嚟做壞事。我覺得呢個真係個幾大嘅危險，所以我覺得我哋一定要令 AI 技術民主化，令佢可以廣泛咁俾人用。而呢個都係 Yumi 同其他團隊成員創立 OpenAI 嘅原因，就係想幫 AI 技術普及開去，咁樣就唔會淨係集中喺少數人手上。但係當然呢樣嘢都要同解決高頻寬同大腦皮層之間嘅界面問題一齊做啦。人類真係好慢，人類真係好慢，係啊，完全正確。但係其實我哋腦入邊已經有一個情況，就係有大腦皮層同埋邊緣系統，而邊緣系統就係比較原始嘅腦部，佢有冇似你嘅本能同埋佢直覺嘅。至於大腦皮層就係腦部用嘅思考嘅上層部分，呢兩個好似合作得幾好嘅。有時你喺大腦皮層同邊緣系統可能會有分歧，但係我覺得通常嚟講運作都幾好嘅。通常都運作得幾好啊，而且好少會見到有人，我都未見過有人想要去除自己嘅大腦皮層或者邊緣系統。講得好啱，係啊，佢都幾罕有，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有效嘅透過改善你大腦皮層同你數碼延伸自我之間嘅神經連結，去同 AI 融合，而呢個連結其實已經存在，只係帶寬有限啫。咁樣實際上你就會變成一個 AI 同人類嘅共生體。
如果呢樣嘢可以普及，任何想要嘅人都可以有，咁我哋就連控制問題都解決埋。我哋唔使擔心會有咩邪惡獨裁 AI 啊，因為我哋集體就係 AI。呢個好似係我睇到最理想嘅結果嚟。你都見過其他公司由細細間開始之後變得好成功。希望我唔會唔記得喺鏡頭前問呢個問題。你覺得 OpenAI 作為一間成立咗6個月嘅公司發展得點啊？幾順利喎，覺得 OpenAI 團隊好有才華。睇嗰陣好似係啊，呢支團隊好有才華，亦都好努力。OpenAI 架構如下，呢個係一個501c3非營利組織嘅，但係好多非營利組織唔好有緊迫感，唔緊要喎，佢哋不必有緊迫感咯。咁但係 OpenAI 做到咗，我認為啲人真係好相信呢項使命，我認為呢個好重要。呢個係為咗最大限度咁降低未來遭受生存威脅嘅風險，所以我覺得一切進展順利。我對選手們喺人才培養層面所取得嘅成就印象深刻。顯然我哋一直喺度尋找加入我哋啦，你將成為一群志同道合、認同我哋使命嘅優秀人才。而家差唔多有40人。係咁，好啦，喺結束之前呢，最後仲有幾個問題。你而家日日都點度過？你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喺啲咩事情上？我嘅時間主要分配喺 SpaceX 同特斯拉兩家公司。當然我都會盡量抽時間，每個星期都會有部分時間喺 OpenAI 度，所以大部分時間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會喺 OpenAI 度逗留半日。另外，今個禮拜有 OpenAI 相關事務要處理嘅 SpaceX 同埋 Tesla，即係你喺嗰度嘅時間通常係點樣分配？係啊，呢個問題問得好。我哋好多人都以為我應該花好多時間啲媒體或者喺生意上面，其實差唔多我80%時間都係用嚟做工程同設計啦。工程同設計即係開發下一代產品，呢個就佔咗80%時間。你可能唔記得啦，好耐之前，即係好多年前，你帶我去參觀過 SpaceX。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你對火箭每一個細節同每一個工程部分都了如指掌。我哋唔係好多人知道你有呢一面。係啊，我哋好多人都覺得我係冇生意人嘅，佢都冇問題啦，做生意都冇問題。但係其實喺 SpaceX Grant Shotwell 咧係首席營運官，咁主要負責管理法律、財務、銷售同一般生意運作。咁至於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同工程團隊一齊專注改進 Falcon 9同 Dragon 太空船，仲有發展火星殖民架構。睇返 Tesla 嗰度就係負責處理緊 Model 3，同埋有啲設計工作室呢度。通常我一個星期都會有半日嘅時間喺度處理美學同外觀感覺方面嘅嘢。之後大部分時間都係處理汽車本身嘅工程同埋工廠嘅工程。因為我今年最大嘅領悟就係真正重要嘅其實係製造機器嘅機器，即係工廠。而呢樣嘢最少都比造車本身難10倍嘅。睇住咗機械人咁樣喐架車就咁樣出嚟，真係好神奇。其實而家呢度自動化程度都算比較低，對比 Gigafactory 同 Model 3將會有啲自動化。呢條生產線嘅車行得有幾快？其實生產線平均速度真係好慢，大概係如果把 X 同 S 亦都算在內嘅話，可能亦就係大概喺5厘米1秒左右嘅一個水平吧。可以去到幾快？呢個真係好慢。你想達到咩目標呢？我有信心我哋至少可以達到每秒1米嘅速度，亦即係提高20倍。咁速度會非常之快。係的，至少我嘅意思就係我思考咗好多，每秒1米。換個角度嚟睇，呢相當於慢走啊，即係話中速行走。快走嘅速度係每秒1米半。然之後人類中跑得最快嘅人每秒可以跑10米以上。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只係做到每秒0.05米，咁其實而家個速度真係好慢啊。而每秒1米嘅時候，你都仲可以行得快過條生產線。